Hello，大家好，我係註冊營養師 Vin 葉。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下，究竟我哋想護膚啊、美容養顏啦，究竟食啲乜嘢好啦？咁我知大家都會即刻聯想到個好緊要嘅成分㗎啦。對於護膚就係咩咧？骨膠原。咁究竟乜嘢地方啦，或者咩食物會幫我哋攝取到骨膠原咧？咁我知我問10個8個客人又好，講座嘅聽眾朋友可能都答過好多次㗎啦，或者就嚟問我：咦，我食豬手得唔得啊？或者我食雞腳得唔得啊？咁樣啱嘅，絕對正確。隻豬手或者隻雞腳入面係有好豐富嘅骨膠原嘅。不過問題係你食完入去之後，由於骨膠原係一個好大嘅蛋白質分子，咁佢會被我哋嘅消化系統消化分解，然之後剩翻嘅咧只係一啲唔同嘅氨基酸。可唔可以合翻做骨膠原咧？就未必一定得㗎啦。咁所以唔一定幫到你手。而另外啦，仲有個唔好處係咩咧？頭先講嘅豬手雞腳呢一啲例子咧，佢仲有好高嘅飽和脂肪，亦即係話咩咧？會升膽固醇嗰種脂肪非常之高。咁得出嚟嘅後質係我未必會保護到我嘅皮膚，未必會有幫助，但係反而個膽固醇可能會升。咁所以呢個就唔建議大家去試啦，好唔好？咁實際上啦，如果我想養顏啦，補充翻骨膠原啦，咁應該點做咧？咁其實就可以喺營養補充品方面咧，會比較容易做到呢件事啦。咁第一件事啦，我哋揀補充品點樣揀會比較理想咧？可以揀翻一啲有專利技術成分嘅營養補充品，譬如一啲法國同埋日本嘅水解技術魚膠原蛋白胜肽呢一類嘅成分就好幫到手。咁但係當然啦，個名好似好複雜咁樣，實際上係咩嚟嘅咧？就可以解決到頭先我哋講嘅問題啦。頭先啱啱講到食入去嘅骨膠原會俾我哋身體分解，然之後就未必冚得翻出嚟。咁但係調翻轉呢啲專利技術幫我哋分解完之後，就變成啲叫勝肽嘅物質。咁其實簡單嚟講，勝肽就係一啲已經剪短咗嘅蛋白質嘅一啲片段。咁入到身體之後咧，就方便我哋去砌翻、重組翻一個膠原蛋白出嚟嘅。咁所以呢個就調翻轉可以有效幫到手，而且亦都真係直接吸收到嘅成分啦。咁另外啦，亦都可以揀翻一啲有紅藜萃取嘅成分。咁呢個對於我哋嘅抗氧化啦，或者啲美白啊呢啲幫助，亦都非常之有功效嘅。咁然後另外仲有一個好緊要成分，雖然佢聽落好似好普通咁樣，就係維他命 C， 好似普通，但係點解又需要喺營養補充品攝取咧？其實原來佢係一個最容易被破壞嘅維他命嚟嘅。咁其實喺攝氏60度或以上已經破壞到。咁而大部分情況都係啲蔬菜啦、水果度攝取。咁但係蔬菜嚟講，喺中國人又好，香港人都好，好多情況都係煮熟食㗎嘛。咁所以就已經破壞咗佢。咁所以咧，好多香港人我哋見到咧，未必攝取得足夠。咁所以補充翻維他命 C 啦，有咩幫助咧？原來佢對於我哋喺身體入面製造膠原蛋白係一個相當之重要嘅物質。調翻轉嚟講，如果我哋缺乏維他命 C 咧，其實身體係製造唔到足夠嘅膠原蛋白嘅。咁另外仲有一個成分就係呢個玻尿酸鈉，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成分。咁呢個成分嘅作用嘅好處就係幫我哋一個鎖水嘅功效。咁其實我哋皮膚入面啦，除咗有膠原蛋白之外咧，亦都需要有足夠嘅水分喺度，先至可以承托到個肌膚，令到佢豐潤啦，同埋個樣比較靚少少啦。另外啦，亦都可以揀翻一啲有玫瑰果萃取成分。咁呢個成分入邊有咩好處咧？就提高一啲唔同嘅黃酮類啦，幫我哋一個淡斑美顏嘅效果，非常之理想嘅。如果想再完善啲嘅話咧，其實有一個成分都好緊要嘅，就係葡萄籽萃取。咁葡萄籽萃取又有咩好處咧？咁其實入面可以提供到一個高劑量嘅谷胱甘肽俾我哋。咁谷胱甘肽咩嚟嘅咧？其實係一個身體入面最強嘅抗氧化營養素，咁可以幫助我哋去到對抗唔同嘅自由基嘅傷害啦。咁而保持翻一個美白同埋一個健康嘅膚質嘅。咁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先啦，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唔同嘅營養資訊。拜拜。